者给朝的呀，现在当土也或者地不标。好，所以说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内心不调伏的部分需要调伏，把内心不柔顺的部分，把内心要柔顺上。所以因此把自己内心完全摆放在于这个善根之上。杨老师是强白色的，强不大，引起强水是这个的，老许多三个情，是吧？早年人类的的，日本我没得三个情，结婚要嘛，这里这边都要嘛。好，所谓的一个升起慈心、升起悲心、升起菩提心，这种的要升起的这个部分呢，心是不是一个可以说我们内心需要另外的需要新的升起，是不是这样呢？并不是这样的，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根基在。人类有这个人的身体必须大，这样简单一些人嘛，都三个情。这三个我真的没得三个情，光能结婚呀，这个就买不起。好，所以呢，因此自己的心绪这个最根本的自己的心绪部分呢，必须要可以说要改变自己的心改变自己的心了之后，在这个心提升才能够升起，并不是说要寻找一个另外完全不一样的来去重新升起，并不是这样。但那俺这里那个人有个身体因为这个也不是都要买。现今我们所自己所存在的内心，并没有好好的调伏。这里嘛，有张身体怕没习惯的习惯起来，身体磨的强白磨了，强的身强筋磨了吧，越突然呢，第二你必须磨了吧，越突然的，我看都是现在身体也简单了，这个身体是个。好，这个可以说。自己的我们现在的心并没有柔顺上，因此我们自己的并没有柔顺的心的它的一个本性心的这个自信慢慢的想办法把它提升成为一个仁慈的心的体性或者说自信上，因此这样的情况下才慢慢的逐渐提升自己的心，能够成为一个慈心与悲心上。因此，这样所成长发展出来的心，才会有所谓的一个可以说发菩提心的。我在这里有个文章两边这里这个你呢，生产的这个年度概念说他用的那么年度大国呀。好，所以你用这样的步骤的部分来把他人有情众生看成是自己的亲人，这样。把他人众生看成的都是乐意的。这就来说呢，正好像这个永远很多啊。如果说能做到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苦痛。马上说什么给我的，没修我的，永远的，那个没这个超过了的人的心理那么多个东西，有没有吧？好，所以因此呢，我们的这个内心的当中的不愉快的、不幸福的、不快乐的可以说不柔顺的、痛苦的，这些都是一个可以说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个猜忌、忌讳所带来的。这家是当父母也超过用这个意义，人这个生活当中的体用了。所以因此我们的一个可以说对一个贪嗔以及傲慢可以说这些都来自于我们内心当中的可以说猜忌忌讳所带来的。针对这恰当用了解释的生前的用了。所以呢，可以说嗔恨升起嗔恨的来源就是对他人众生他人众生而升起嗔恨的。这边有个人在马上这个生前他们这个念的概念，用的那么恰当的念代表呢，很多人就是刚刚告诉我。好，
所以你因此可以说，自己的这个内心当中，他人众生都把它看成自己的亲人，他人众生都把它看成自己的愿意，这样的话，自己内心当中所升起的痛苦，全都会这个消除以及制止。真是圣人第一圆满嘛。这样的话，这个内心当中这个幸福是自然是会产生。用介绍过的幸福啊，升起烦恼的这个根基都不存在的。圣经当经验就代表呢，用介绍过的，他光是叫他。如果说把所有众生都这个看成是自己的亲人的话，会不会有升起烦恼的根基呢？看看大家都稍微做观修一下，观想一下思维一下甚至他们这样理念的对呢，让你罗达那个，甚至他们就那个的，前边有用的那个技巧什么，那人家那个中间某个情况是多那个是带大的。好，这个他人众生都看成自己的亲人，他人众生都是一个这个升起慈心的对象，以及他人所有众生都是愿意的时候，看着愿意的时候，自己内心当中产生痛苦的来源存在呢？这里讲有的，那就是讲起来，那是蛮浪费的，就是上他们讲起来。好，所以呢，这个边这样观想上师边开始边大家以这个逐一的观修。但是呢，他们这个让给你下大的一下，真的，假使你去见人都是。他人众生都是自己的亲人，根本没有自己的敌人。超过我们开什么的，跟你就没想。都是对我来讲的话是大恩人以及最珍贵的人。今天上午课有的，当想到这样的时候，空中的垃圾建设的是有多民度，再来这个升起这个愤怒跟升起这个傲慢的对象还存不存在？唱当时我常常接受过多民度。这个可以说贪跟嗔恨，贪恋的嗔恨的升起的对象还存不存在？通过接受有多民度，打架的对象还存不存在？吵架的对象。我在这里买了当时的是有多民度，诽谤的这个对象的众生还存不存在？民众就不存在，没有吗？可能是身边他们就拿跟你去感觉来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人众生都是对自己来讲的话是大恩大德的。这有的我们平常的用接受一些的日常的第一圆满圣第一。这样的情况下根本没有这个升起烦恼的根源，因此呢，唯剩下的都是一个幸福快乐。那我懂了，是你们大不成心。错个哪个的呀？没得没切过的，没得没吐过的，说吐那个，基本上要不起码到，你们那个介绍的情况来不差不多理解是这个。所以呢，尤其是天天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都是这个人与人之间常常需要接触，因此这样的接触下来的话，都是非常的欢欢喜喜，都是快快乐乐的这样。因此呢，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升起烦恼的根源那这样的情况下，这才叫做幸福者。这一张是第一个造化是第二的，第一是这个是一个。好，所以呢，这就是有了这个幸福的根本，也就是这个就是叫做真正的幸福。这一张，但我当时这么过去切这个造化的，我们造化可以不的，我想了差不多，要继续。所以呢，因此我们常说修彻说法，一直讲究修行佛法这样。因此呢，必须要了解
什么才是一个修行佛法的根本？什么才是一个真正观修的根本呢？在这因上，这个找的嘛，现在你找啊哪的，有个人觉得那没有嘛的，对不有嘛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如果说不了解这个可以说这个修持佛法的根本的话，那就是修持佛法的根本都已经完全丢弃了。就这个根本都丢弃了之后，只抓着一个可以说枝干，这样的话是没有用的这样。所以呢，这个不但是没有用，而且不稳固。当然，可能是确认那个早的江南年纪、江北年纪、江州生活的第一个县，然后下县。所以呢，我们这个修持佛法的这个最根本的根本是什么呢？是慈心、悲心、菩提心。所以呢，这个呢，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修持佛法的根本到这个摆荡主义的这个根本。但光讲呢，你就光讲。所以呢，想要观修打坐的话，这就是观修打坐的内容。刚刚就是对老师那样，你讲个光，你就光讲，都是一个人生命也得用。好，所以呢，就算是哪怕这个讲到1分钟的时间的话，然后观修就是观修这个慈心，观修悲心，这样的话，自己内心才会进步，才会提升。当然